係今日嘅司儀 Grace Chan， 你哋好。我哋今日除咗人才濟濟之外咧，其實咧開始比賽之前咧，我哋真係有好多人咧需要多謝㗎。因為如果大家咧由6月開始追蹤我哋咧，由初賽行到今日係一啲都唔容易，所以咧我好想藉住今次咧開始比賽之前俾啲掌聲，無論係我哋嘅學校老師。多謝校長啦、家長啦，其實咧我哋有好多社會唔同嘅人士咧去支持我哋呢個比賽，先行到今日。好多各大機構啦，如果大家有睇我哋網站咧，都知道其實我哋咧喺香港唔同嘅角落，去帶領住我哋香港人去反思 AI 呢個議題。我哋嘅比賽咧，除咗喺我哋嘅 Preface 嘅總部之外，作為一個 Kickstart， 我哋咧有去到譬如係商場啦。或者係今日，我相信係我嘅人生第一次，或者亦都係你哋人生第一次咧，嚟到呢個咁莊嚴，而且咧係咁公義嘅地方咧，去進行呢個比賽。咁所以我想借住大家嘅掌聲，去俾我哋所有喺呢一個比賽裏邊支持過我哋嘅單位。而咧，除咗同你哋 say hello 之外咧，其實我哋今日咧係全程咧係直播㗎。所以咧，我都同網上嘅朋友，我哋都同佢哋講聲 hello 先。嗱，你哋咧下次咧就要真係一票頭咧上到嚟我哋嘅網站搶飛啦，就可以咧嚟到呢一個咁莊嚴嘅地方。而我哋咧今日除咗咧係感受到呢一個嘅莊嚴嘅氣氛之外啦，如果大家咧都會問翻我，喂，你每一次開場咧都會去同我哋回顧翻由我哋5月22號啟動禮嘅時候每一場嘅比賽。不過咧，因為呢個係咁經典好 classic 嘅地方，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冇電視熒光幕嘅。不過咧都可以咧由我嘅敘述同大家一齊回顧翻成個6月，其實我哋嘅比賽 cover 過啲咩議題，又或者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 Preface 嘅 social media， 我哋嘅社交平台，其實咧我哋已經上載咗咧我哋中學組咧每一場比賽一啲精彩嘅花絮㗎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我上次真係 miss 咗喎，咁大家就可以嚟翻我哋嘅公眾平台啦。咁頭先我提到啦，2個月以嚟，我哋去帶動成個香港一齊去反思 AI 究竟點樣影響我哋嘅學習、工作、教育。其實你哋知唔知道我哋 cover 咗有幾多嘅題目呢？有愛情啦、教育啦、考試制度、醫療、經濟體系，甚至上個星期日啱啱我哋一齊討論，究竟 AI 同環境保護又有冇關係呢？嗱，我賣咁多關子呢，其實都已經揭盅啦，因為今日呢個議題呢，就係公義，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多謝咧，我哋今日有呢一個場地，就係咧前九龍裁判法院。嗱，呢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其實亦都係咧香港被列為第2級歷史建築㗎。咁如果大家對於香港電影亦都好留意咧，就係黃子華嘅《毒舌大狀》喺呢度取景啦。又最中意睇電視咧，其實 ViuTV 嘅 Court 都係呢度取景嘅。咁所以得到咧一個咁特別嘅場地支持咧，我要先多謝善導會。今日咧 Gigi 亦都係代表善導會咧，係我哋其中一位嘅評判嚟㗎。好啦，嗱，我都讀一下我哋今日嘅題目啦。雖然已經咁明顯啦 ，AI 比人類更懂得何謂公平公義，就作為咧我哋今日中學組中文辯論準決賽嘅第一條問題。咁咧嗱，我相信咧，我咧就唔係最認識呢個 topic 嘅，因為我唔係讀 law 嘅。但係咧，我哋今日咧，除咗可以咧請到非常重量級嘅評判之外咧，我相信你哋都係公平公義嘅。我哋先俾啲掌聲，我哋嘅評判團有 Mr. Dong So，CEO of Humansa。另外咧有 Mr. Tim Hong，Founder and CEO Blossom Link Communications。頭先略略有介紹過啦 ，Miss Gigi Chan，Supervisor Side by Side 善導會嘅代表。最後，我哋學術界非常重磅，亦都係好榮幸，有我哋榮休嘅教授 Dr. Alex Low，Department of Philosophy，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好啦，公平公義，咁唔知我哋下一代又點樣睇呢個議題？又或者唔知佢哋得到 AI 呢一個衝擊嘅時候，又會唔會有一個新嘅睇法？咁不如首先，我哋先請咧今日嘅正方隊伍藍田聖保祿中學進場。
好，接住落嚟就係代表反方嘅隊伍，港大同學會書院。好啦，嗱，今日呢個比賽獨特嘅地方，除咗係地點之外呢，莊嚴且神聖，亦都咧我哋今次咧準決賽咧係設有公眾投票嘅。咁不過咧就好可惜啦，只係限現場嘅觀眾，咁所以網上嘅你哋咧都要隔空同佢哋打氣。我哋希望咧呢一個投票係一人一票，喺一個咁神聖嘅地方呢，大家雖然好深切想支持我哋嘅隊伍，但係都唔好出貓啦。因為咧，我哋如果咧投票嘅票數係多出而家我哋參賽人數咧，無論係同學啦或者隊伍咧，都會即時 DQ 㗎，即係喪失咗呢一個資格。咁所以大家雖然好想支持佢哋，但係我哋咧都要係絕對嘅公正㗎。咁而我哋咧網上面嘅投票咧，我哋係會有我最喜愛嘅大獎。包括咧就係我最喜愛辯論員同埋我最喜愛嘅隊伍。咁當然啦，我哋重量級嘅評判咧，佢哋嘅專業分數咧，亦都係咧選出咧最佳辯論員同埋咧勝出嘅隊伍咧，就會正式晉級喺我哋嘅決賽嘅。事不宜遲啦，我而家咧就去邀請咧我哋嘅裁判嘅主席咧去介紹一下咧嗰個嘅賽制嘅。咁不過咧，我都想溫馨提示大家，當咧辯論員喺度去present 嘅時候咧，麻煩大家咧就留步你哋嘅掌聲，去到最後就唔好打擾佢嘅發言。另外咧，都請大家嘅手機咧去調至靜音模式嘅。而家咧，我哋就有請我哋嘅主席評判 Nicholas 去講一講賽制。好，唔該晒 Grace， 各位評判、老師、參賽同學、來賓，大家好，歡迎嚟到 Preface 學界 AI 辯論邀請賽嘅比賽現場。我係今日比賽嘅主席 Nicholas。今日將會進行嘅賽事係中學組準決賽，而今日嘅辯題係 AI 比人類更懂何為公平公義。頭先主持嘅 Grace 已經介紹咗今日嘅對賽雙方同埋3位評判，再次多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為今日嘅比賽評分。相信你哋嘅專業意見一定會幫到今日雙方辯員繼續進步。喺比賽正式開始之前，等我先宣讀比賽嘅規則。整個比賽嘅流程依次係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自由辯論環節，最後係結辯發言。發言先由正方主辯開始，然後到反方主辯，如此類推。結辯環節則先由反方進行總結，最後由正方作結。發言時間方面，主辯同埋結辯各有4分鐘嘅時間，第一副辯同埋第二副辯各有3分鐘嘅時間。而喺自由辯論環節，正反雙方各有3分鐘嘅時間發言。請各位辯員留意，每輪發言前請先向主席示意，鐘聲響起之後先可以開始發言。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會有1下鐘聲提示，發言時間完結時會有2下鐘聲提示。另外喺主辯、副辯同埋結辯環節，如果超時15秒，計時員會再響3下鐘聲。超時嘅辯員將會喺每張分紙被扣除5分，而超時不足5秒亦當5秒計算。而自由辯論環節方面則不設15秒緩衝時間，即係當累計時間用完2下鐘聲響起時，辯員必須立即停止發言。屆時主席將會宣布另一方嘅剩餘嘅發言時間，再邀請該隊伍繼續發言。如果對賽雙方對今日嘅賽規冇問題嘅話，比賽就會正式開始。好，我而家宣布今日嘅辯論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蕭諾晴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先嚟拆解辯題嘅字眼。第一，公平。北京大學講席教授余可平指出，公平係指喺特定嘅情況或者規則下，唔偏袒任何一方，令到每個人都可以受到同等嘅對待，或者得到合理嘅分配。第二，公義。根據聯合國，社會公義係要尊重各人嘅差異，認識唔同人嘅境況，特別關注弱勢群體嘅需求，確保所有人人權平等。每個人對於兩者嘅理解都會有所唔同，所以本身就冇人或者 AI 可以完全符合每個人心目中嘅公平或者公義。而我方知道 AI 係一個基於人類輸入而產生分析嘅模型，
所以要有討論空間。友方就唔可以單純論證，因為人類係 AI 嘅研發者，所以人類就更懂得公平公義。第三，更懂。根據看點，懂係指明白、了解，但係大家都冇讀心術，所以要知道人類同 AI 何者更懂，就要審視翻兩者嘅行動上，邊個比較顯示到佢哋明白何謂公平公義，並且洞悉到日常嘅盲點，排除主觀嘅偏見。要衡量辯題，就要視乎 AI 技術定係人類可以更加符合以上更懂嘅定義。我方同意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公平上 AI 相比人類更中立。人類嘅決策機制天生帶有偏誤，做任何決定嘅時候都難以完全撇除自身嘅身份、利益、認知偏誤同埋情緒波動嘅影響。行為經濟學家 Daniel Kahneman 指出，同一個人會因為當日嘅天氣、心情、飢餓程度，甚至係政治立場，而對完全相同嘅個案做出唔同嘅決定。而以色列嘅假釋委員會嘅研究，正正就印證咗呢一點。法官喺啱啱食完飯嘅時候，假釋批准率會高達65%，但係喺飯前嘅批准率就會戲劇性咁樣下降，某啲時段批准率甚至接近0%。除此之外，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提出，人類只有喺唔知道自己階級、性別同天賦嘅情況下，先可以達至最理想嘅公平。所以社會上有好多嘅不平等，都係同人類決策嘅不一致性有關。相反 ，AI 冇個人立場、冇利益，亦都冇一啲嘅情緒，所以能夠從客觀嘅第三方視角出發，以一致嘅方式運行預設嘅規則。以聘請員工為例，人類聘請嘅時候更加偏向選擇男性，因為認為女性會受家庭同埋育兒因素羈絆，機動性較低，體能同埋耐受力上都比較差。但係如果用 AI， 好似 Apple 曾經借咗 AI 模型嚟篩選面試者嘅簡歷，不分面試者嘅年齡、族裔或者性別，就只係依靠客觀嘅學歷同埋工作技能進行匹配。因此 AI 能夠減少人類決策中常見嘅偏袒。第二，公義上 AI 更可以全面分析事件嘅全貌。公義嘅實現首先建基於一個對事實嘅完整掌握。一個決策所依據嘅資訊越片面，就越偏離公義。然而，人類嘅思維天生就存在盲點。美國心理學家巴特利特指出，一件事有多面向，但係人會相信第一次聽到嘅版本，並且傾向反對同自己版本唔同嘅意見。因此，人類難以接受意見改變固有嘅概念。其次，人類喺處理資訊處理能力上亦有物理嘅上限，例如法官面對複雜嘅案件，能夠細讀嘅卷量、比對嘅案例，都受制於時間同埋精力。相反 ，AI 有龐大嘅資料庫同埋高速運算能力，可以喺5秒內就搜集到唔同嘅資料，並多角度分析。例如喺杜蘭大學嘅研究指出，美國維吉尼亞州將 AI 用於評估罪犯嘅再犯風險，並就量刑向法官提供建議。結果發現 AI 嘅建議更加全面，有助糾正法官喺決策中嘅忽視嘅性別同埋種族偏見。最後想問友方，人類點樣可以冇偏見，保持公平公正咁睇每一件事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10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主辯周卓雲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由數千年前嘅古希臘到我哋今日身處嘅法庭，都象徵住人類對公平公義嘅追求。為此，我哋研發出唔同學術理論、政治制度，但呢啲工具一直以嚟都係以人為本，由人類進行決策。而 AI 雖然係人類嘅智慧結晶，但都只係一種工具。聽到啱啱友方貶低人類價值，甚至認為 AI 可以取代人類，反映友方對 AI 對人性乃至對公義嘅無知。因此，等我從 AI 以及人類嘅思考方式兩個方面分析何者更懂公平公義。首先 ，AI 只能高度模仿，運作充滿風險。ChatGPT 等嘅大語言模型 AI 看似可以自行思考，但其實佢只係進行概率預測，即係按用戶指令入面嘅字眼，短時間內喺數據庫揾出機率最高嘅答案。AI 係無法獨立分辨是非，只係根據歷史數據執行指
指令，仲要概率預測錯漏百出。演算法方面 ，AI 幻覺十分普遍。今年1月，港大最新研究發現，全球最頂尖嘅 AI 事實準確度只有70%。蔣振輝教授話：AI 為咗完成指令，會編造字實去自圓其說。呢個係所有 AI 必然出現且難以消除嘅問題。人工智能平台 HAQQ 收集全球數據，發現過去半年全國嘅法庭文件上已經出現1600宗 AI 做出嚟嘅假案例。例如印度有上訴庭法官喺判詞中引用4個案例，全部都不存在。數據庫方面，當 AI 喺訓練時遇上資料不足或者部分資料錯誤，都有機會放大成結構性歧視。例如 Amazon 嘅 AI 招聘系統，亦因為訓練數據長期以男性為主，令系統將女性求職者評分調低。生成內容方面 ，AI 亦面臨黑盒問題，即係只能交出結果，但無法清晰交代自己嘅推理過程，而呢點亦十分影響程序公義。22年港大法律系教授陳文豪進行過實驗，邀請過千名市民觀察 AI 法官同人類法官審同一單案，即使結果一樣，但 AI 因欠詳細解釋，令公眾一致認為 AI 不及人類公義。生成內容方面 ，AI 亦面臨黑盒問題，即係只能交出結果。以上咁多技術難題都指向同一結論，就係 AI 唔係真正思考，而係估下嘅方式模仿人類決定。哪怕估得再準，都總比正版嘅人類有所不足。相反，人類情理兼備，同理心促進公義。人類之所以發明公平公義呢個概念，去協助社會嘅弱勢群體，唔係奉行弱肉強食嘅叢林法則，背後都係因為我哋擁有 AI 冇獨一無二嘅同理心。正因為人類懂得設身處地，用心感受他人喺困境下嘅情緒痛楚，先令我哋可以超越個人利益，成為有仁義道德嘅社會動物。康乃爾大學法學教授 Frank Piccirilli被問到 AI 定人類更適合判決時，佢表示同理心係人類司法系統嘅核心元素。每次判詞對受害人、對犯人都係一個凝重嘅決定，呢啲係 AI 永遠都冇辦法理解。就連市值過億嘅人工智能公司 Sequence 董事長都話，司法系統需要反映人類嘅價值觀，當中同理心不應亦不能被 AI 複製，所以 AI 未能取代人類嘅角色。因此，如果有方仍然覺得 AI 更懂公平公義，咁點解歐盟 AI 法案、美國終審法院等等世界各地司法系統都嚴格限制甚至禁止 AI 應用呢？多謝各位。反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一副曹子怡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4位評判，仲有咁多位，大家好。所以有方同學今日咧論證辯題咧係基於2大前設。第一，有方都話咧 AI 嘅數據庫會有一啲嘅演算法偏見，但問題就係在於 AI 嘅數據庫都係由人類去輸入，所以換言之，當 AI 同埋人類同樣都存在偏見嘅時候，今日我哋真正要討論嘅重點唔係在於邊個可以做到完全冇偏見，而係在於邊個能夠修正到呢一啲嘅偏見啊嘛。一方同學今日主辯同學方講話 Amazon Go 嘅例子，話嗰個 AI 咧有性別嘅歧視，但係然而事實係有關嘅公司喺發現問題之後，即刻對相關系統嘅編碼進行咗修正，所以有方同學你嘅問題咧係得以解決。但係，最後位需要留意嘅係人類嘅思維咧，係唔似 AI 編碼咁樣話改就改到，因為我哋每一個人身處嘅環境同埋我哋每一個人吸收嘅知識都唔一樣，偏見咧係早已定型。所以哈佛大學嘅研究都指出，人類嘅偏見係潛藏喺我哋嘅潛意識當中，連自己都覺察唔到嘅時候，更遑論要修正咧。而近年嚟 AI 嘅技術已經不斷進步，就好似 IBM 同埋密歇根大學已經研發咗公平演算法，能夠喺唔需要人類干預嘅情況下，直接過濾數據庫入邊嘅偏見，
自動修正人類知識嘅歧視模式。所以問油方嘅係 AI 嘅偏見能夠修正，人類又做唔做得到呢？有位同學第二就同我方強調話人類會有同理心，判案嘅時候會根據實際嘅情況去做翻嘅調整。但係問題就係在於法庭本身講求嘅就係理性嘅判斷。如果判決係取決於當時法官佢哋嘅同理心嘅強弱，咁同情嘅被告就判得輕啲，唔討好嘅就判重啲。呢一啲隨機嘅同情本身就違背咗有方同學所講嘅程序公義，所以難怪美國嘅法官有統一嘅量刑指引，將罪行分為43個唔同嘅等級，俾法官去做參考。目的就係要為咗約束法官嘅個人偏好，而呢個制度都正正説明咗人類都係同意感性嘅介入係對公平嘅威脅。既然最終我哋要審判一個案件，都係睇翻理性嘅判斷同埋標準化嘅因素，甚至乎 AI 比起人類做得更加高效、更加全面，幾秒之內咧就可以整合晒過往嘅所有案例，提供一致嘅參考。而事實上，人類咧從嚟都唔係好似有方同學你講到咁公平公正。見到美國量刑委員會進行長達數十年嘅研究，發現黑人嘅被告喺同一嘅罪行上被判處嘅刑期平均比白人嘅被告長近2成。咁當中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人類嘅法官受到咗內隱偏見嘅影響，佢哋嘅判斷仍然受到社會長期建構嘅種族刻板印象所扭曲。所以有方同學麻煩正視人類所帶嚟嘅種種不公，唔好再一意孤行，充耳不聞。多謝各位。正方一副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12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一副洪朗亨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一副位置，我哋由3個角度比較 AI 人類何者更公義。第一，起源是否公義？有方話 AI 比人類更公義，但今日 AI 只係人類發明嘅工具。當開發 AI 嘅工程師都係人類，用嚟訓練嘅數據都記錄住人類嘅思想，就連運作嘅方式都係機率預測。所以有方只係論證緊 AI 好叻模仿人類，好叻抄功課。但何來比人類更懂咩係公義呢？主要 AI 嘅開發係集中喺少數嘅歐美地區。現時大語言模型嘅訓練數據有過半都係英文，3成係西班牙文。AI 學習嘅都係歐美嘅價值觀、歐美嘅資料嘅時候，又點樣確保 AI 去明白有方主辯所講嘅少數群體、弱勢社群呢？需要第二睇程序公義。公義不僅要實現，仲要俾人睇到佢實現。呢一句著名嘅引述反映公義唔止講快講效率，更加要令人信服。但今日 AI 又係咪真係能夠比人類更彰顯程序公義呢？有方話技術可以透過修正，但起碼2026年當下乃至可見將來，有方都只係紙上談兵。去到目前最先進嘅 AI 依然係有歧視、有假資訊，所以當 AI 只係能夠喺黑盒入面計算機率，佢透明度高嘅原因，都只係能夠俾人類可以有修正嘅窗口，明白咩叫公平公義。所以當有方都同意人工智能係冇得自我修正，最後都要靠人類最後把關，係只有人類先發現到 AI 嘅問題，然後再作出修正嘅時候，明白有方點解 AI 會意識到自己嘅歧視，再作出改善，達至公平公義呢？冇錯，我哋一般人可能會有唔小心，可能會犯錯。但只要經過訓練，法官係有能力去做最準確、最透明嘅決定。但當全世界最勁嘅 AI，無論點樣訓練，因為佢嘅機率係機率估算，唔能夠真正思考同理解，將必然更高嘅不確定性帶入法庭。理論上，主辯引述過港大蔣教授講過 AI 幻覺係難以根治。數據上，現時全球已經有1800宗法庭唔信 AI 而出現假案例捏造事實嘅事件。需要第三睇結果公義。有方話法官嘅同理心會影響結果，所以有方係極端化人類嘅情感。有方眼中人類只係由情感主導嘅動物，但事實係人類係情理兼備，喺同理心嘅同時亦有作出實際情況嘅理性判斷。所以當同理心同埋理性唔係一個二元對立面，所以咪有求情機制咯。所以更何況有方話 AI 請人能夠更公平，能夠撇除任何歧視嘅內容。先不論主辯講過 Amazon 嘅 AI 招募系統，因為男性科技業就業比率較高，所以AI 係傾向男性，對女性特徵係有扣分嘅，甚至乎因為 AI 不受情緒影響。
但事實係，當有方都同意要關注弱勢社群嘅時候，交俾 AI 去請人，佢咪就係識點樣衡量利弊，衡量成本較高，所以就唔請猛人，唔能夠幫女性投入職場咯。所以當有方都同意公義係要關注弱勢社群，要體驗弱勢嘅處境嘅時候，當 AI 係冇感情，點樣可以體會到呢？當 AI 係冷酷無情，永遠只係模仿人類抄功課嘅時候，最多只能夠原地踏步，唔能夠更懂公義。多謝各位。范方一副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09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二副鄺曉瑩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今場辯論，有方已經好好咁詮釋咗人類係會有思想盲區。首先，有方同學咧啱啱講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就話咧 AI 其實只係模仿人類啫。但我方唔明喎，點解 AI 淨係模仿啲差嘅嘢，但冇模仿到一啲人類好嘅嘢咧？所以今日咧，其實有方佢嘅邏輯係啲咩啊？有啲事咧，只有人類可以做到，AI 做唔到，咁所以 AI 就唔知咩叫公平公義啦。但所以多謝有方同學提供咗一個好嘅例子，點解人類不懂什麼是公平咧？因為呢個比較平台已經係一個唔公平嘅體現。我方提出嘅例子係人類 AI 兼備兩個能力，但同時 AI 可以更優勝啊嘛。所以有方今日講嘅比較完全唔合理。再者，有方今日嘅標準咧好苛刻㗎，佢話咧好多一啲 AI 嘅技術未成熟啊，但係對比我哋一啲經驗老道嘅法官啊或者係其他人咧，所以就會稍為遜色啦。但問題係你都識講啦 ，AI 技術未為成熟，甚至我方一副已經講咗，原來而家 AI 技術一直發展緊，未來更加蓬勃。例如有公平感知演算法或者係其他嘅透明會甚至佢會越嚟越透明嘅時候，又何來係一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嘅時候，係咪就可以推翻有方同學嘅立場呢？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咧有好多問題都冇解釋到，例如係咪人類必然會反思咧？佢講嘅例子全部都係法官，但我哋要睇嘅人類係大多數人，所以我哋見到有一啲社會上嘅公義，譬如係咩咧 ？Me Too 運動咁樣，我哋淨係靠一啲受害者表面發佈者表面嘅純文字或者一啲模糊嘅圖片，其實事件嘅真實性係無從考究㗎。所以咧，但係人類就會因為同情嘅呢一啲情緒，甚至係因為社交媒體造成嘅回音質效應，所以令到大家造成二元對立，係咩都唔理咧，個個都做一個網絡判官去未審先判。有方同學所講嘅程序公義喺社會上係咪又真係實踐到咧？所以我哋見到除咗呢啲社會公義嘅問題之外咧，仲有好多一啲點解 AI 入面我哋會有偏見咧？原來就係源自於歷史上有一啲偏見嘅數據，係社會嘅不平等，而 AI 訓練嘅時候吸收咗，咁所以到底係人類嘅訓練數據上有差錯，定係真係 AI 本質上有一個偏見嘅問題出現呢？所以我方唔係否認咧係會有偏見嘅存在，但係正如一副所講。我哋問你，人類嘅偏見幾十年，我哋幾百年都未改正到嘅時候，何來人類嘅公義又係公平咗喺邊呢？有方同學完全冇講例子，但相反，我方發現原來麻省理工學院都研究話，美國嘅黑人同拉丁裔申請人喺借錢嘅時候咧，被拒絕嘅機率係高達61%，甚至咧仲會多咗7.9%嘅利息，但其他人被拒絕嘅機會只係40%。但用咗一個 AI 模型之後，原來佢哋之間借錢嘅呢個難度咧減少咗94%。點解又唔係對一啲少數族裔公平咗咧？所以我方從來都唔係覺得AI 冇同理，人類冇同理心係人類有同理心係一個問題，但問題係在於人類嘅決定會俾呢啲外在因素左右啊嘛。所以見到係原來深圳市咧，佢哋用咗呢個 AI 模型之後去審案咧，佢哋係變咗佢哋嘅法官都自己話係變得更加精準嘅時候。想問有方同學，而家 AI 技術越趨成熟，又何來係不公咧？多謝各位。正方二副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11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二副楊正宣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
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嚟到二副位置咧，發現有副同學已經開始矛盾啦，因為有副同學一副同我哋講話咧，原來喺法庭上面咧就係只需要理性嘅判決，但係有副二副又話，其實我哋 AI 係情理兼備噶嘛，我哋都可以學到人類嘅同情心噶嘛，所以有副同學你要交代嘅係喺法庭上面係咪理性有感性係更加好咧？所以有副同學最多都只係論證AI 可以模仿到人類咯，但係你冇交代過 AI 可以點樣超越人類，佢點樣可以真係技術進步到係擁有自己嘅情感咧？有副同學冇交代過，所以有副同學缺乏比較有自相矛盾咧，呢一點已經確立啦。之後有副同學同我哋講話咧 ，AI 訓練係因為會吸收人類嘅呢一啲歧視嘅數據，所以就係人類嘅問題啦。所以有副同學就話咧 AI 本質上係冇問題，但係 AI 本質上就係依靠呢一啲大數據去進行運算㗎嘛，所以咪都係最後係需要人手去剔除呢啲歧視問題嘅時候，所以有副同學要交代嘅就係 AI 可以點樣可以自己可以識別到邊啲案例係歧視，邊啲案例係唔歧視，然之後淨係用唔歧視嗰啲案例咧，有副同學都冇交代過。之後有方同學咧又話其實係冇回應過咧，其實 AI 係唔可以 AI 係可以自我識別到邊啲係歧視咯，所以有副同學都知道嘅係人工智能係唔可以自我修正，最後都係要用人為去修正嘅時候，咁點解係 AI 可以點解 AI 就突然間可以自我剔除呢一啲歧視嘅案例呢？所以咧比賽進行到呢一度咧，可能各位都未清晰咁定義到咩係公平公義。其實我方咧準備咗1個星期都未能清晰咁講出，因為我方見到歷史上公平公義嘅標準係不斷咁變，尤其是係面臨大是大非嘅時候。例如係120年前，有4個英國水手因為船難喺海上面漂流19日，3人捱唔住飢餓，喺冇獲得同意嘅前提底下，就將當中最衰弱嘅17歲少年 Parker 殺死並食佢嘅屍體，撐到被其他船獲救。如果各位係評審團，咁你又會點判呢？所以如果按照案例，按照對謀殺喺法律之中嘅定義，法官係一致認同3人罪成要被處死。但係當時民情洶湧，同情嗰3個有家室嘅水手係極端環境下犯下必要之惡。所以有分同學咪就係見到有時候喺法庭上面都係需要感性嘅存在，唔係好似有分同學講係絕對需要理性，感性係完全要被剔除咯。所以咧，最後法庭嘅判決依舊，但係女王就選擇特赦。英國咧就用呢個法律嘅灰色地帶去作出困難嘅決定，一個就係人類嘅不可取代之處。所以咧，如果當時係俾 AI 去判呢一個前所未有嘅案例，喺冇係數據庫冇嘢可以參考到嘅時候，咪可能會出現幻覺作嘅假嘅案例出嚟，或者佢好機械式咁按照謀殺嘅定義計到3個水手係99%入罪機率，而判佢哋3個人死刑嘅時候，係 AI 判呢一個法案嘅時候，會唔會比人類法官判得更加準、判得更加好呢？多謝各位。犯方二副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0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係自由辯論環節，再次提醒對賽雙方正反雙方各有累計3分鐘嘅發言時間，由正方先開始發言。正方第一次發言前請先站立並向主席示意，等待計時鐘聲響起之後再開始發言。於正方第一次發言過後，任何一方發言完畢後，另一方辯員需要立即開始發言。計時員亦會立即開始計算發言時間。整個環節期間，辯員發言期間必須站立，而每位辯員不可連續發言多於2次，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另外，請對賽雙方留意，自由辯論環節不設15秒緩衝時間，聽到鐘聲兩下時必須立即停止發言。自由辯論環節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第一位辯員站立並向主席示意開始你嘅發言。各位大家好，其實有分同學今日2個副辯咧都冇聽清楚我方講啲乜嘢。佢話現時 AI 做唔到修正，但係我方同你論證咗 Amazon 個例子，就係已經係嗰個公司對相應嘅編碼咧做咗修正，甚至乎現時我哋都會有公平演算法，唔需要人類干預就已經直接修正到嘅時候，有分同學你點樣解釋啊？等陣有方唔好咁快跳步先，有方嚟講修正，咁修正之前我係咪要發現自己有偏見？我想問下人工智能發唔發現到自己係歧視緊人啊？發現到我方未同你講咗，現時 AI 咧係做到一個深度嘅學習，所以換言之，同你講咗公平嘅演算法，咪正係做到佢唔需要人類干預就已經做到一啲嘅修正咯。有方同你點樣解釋啊？錯啦，所以頭先有方自己講嘅 Amazon 嘅例子，佢 AI 改佢個演算法係由人類發現咗歧視問題之後，再修改 AI 嘅演算法。我想問點解如果真係 AI 可以自我修正，點解要等人類先可以發現到呢個問題啊？
好，咁今日李芳講嘅人類，咁可唔可以用入編碼呢個方式去修正人類嘅錯誤啊？首先多謝有方已經承認咗發現嘅第一步係由人類去做，修正嘅第二步都係由人類去做。所以有方你一方面同我講話人類係有偏見，人類發現唔到自己係有偏見，咁點解人類又會發現到人工智能係歧視緊人呢？如果人類係冇呢個自我修正、自我感測嘅能力嘅話，點解會發現到人工智能都有偏見呢？所以咧有分同學充其量講嘅咪就係修改工程師嘅嗰一個人，或者係我哋好幸運地人工智能嘅掌控嗰啲人咧係能夠有呢個修正能力。但係我分同你所講，義父所講 Me Too 運動嘅例子，呢啲社會公義，大部分人都係有偏見嘅時候，點樣解決？係啦，所以有方你唔好咁快落結論先，所以可以落結論係有方你都知道人工智能無法自我發現、無法自我修正，所以佢唔係更懂何謂係公平公義咯，佢只係執行緊人類所定下嚟嘅程式。咁所以再問有方啦，我方義父所講嘅水手案入面，我想問當時係做一個概率最低、前所未有嘅特赦案例，如果係由人工智能嚟判，佢會點樣判啊？有方同學今日所講咧，全部都係啲假設嘅例子，但我方主編已經同你講咗啦。一啲法官咧，佢如果肚餓嘅時候6/5嘅假釋率，有方同學點樣解釋啊？唔係咁，所以我分同你講得好清楚啦，真係100年前真實發生嘅案例咯。所以有分同學唔好迴避啦。咁所以如果你同我講話佢食飯，如果能創出咁大嘅判準失誤嘅話，咁係咪全部換晒 AI 就最好啊？唔係，你個案件係真實發生，但你有冇真實地被 AI 審過呢個案件啊？唔係，咁所以我方咪就係論證緊俾你聽 ，AI 係根據過往嘅概率而去作出決定，過往冇試過任何嘅特赦案例，咁如果係由 AI 嚟判，佢係會點樣判呢？所以確立咗嘅係 AI 咧根本就冇設身處地咁樣依照呢個案件咧去做出判決。所以有冇我再問你最後一次，Me Too 運動情況底下，網絡上未審先判，大家都做網絡判官喎，人類邊度更加懂得公平公義啊？唔係咁，所以有分同學唔好再迴避啦。其實有分同學都知道，即係因為 AI 佢就係按照之前嘅案例，而呢一個案例佢前所未見，所以 AI 判唔到。所以有分同學唔好迴避啦。所以再問有分同學啦，係咪台下嘅4位評判俾 AI 取代係最好啊？咁法官點判啊？所以最後法官咪就係根據情理兼備，最後咪就係判咗由英女王去特赦佢哋咯。過往前所未有、未出現過案例，所以 AI 唔會咁判。係咪當年嘅判決做錯咗呢？有方你係咁話情理兼備間情感蓋過理性嘅時候，法官點判案？係啦，所以當事實唔係話情感蓋過理性，唔明點解有方眼中情感同理性一定要係對立，兩者唔一定要二元對立，咪就係當法官考慮完情感再考慮完理性之後，咪就係決定由女王特赦咯。有方同唔同意？我方問嘅係點解 AI 唔能夠考慮成個情況去決定？唔係 AI 可唔可以擁有情感啊？ AI 冇情感代唔代表佢唔懂得去思考佢背後嘅任何動機？咁不如你解釋下，當年嗰個案件佢冇情感，佢點樣判？佢冇情感，但係佢仍然可以考慮嗰個動機，成件事嘅過程，我哋都要同 AI 講。所以我哋而家運行緊嘅 AI 法官同樣係呢一個制度。所以再問有方同學嘅係一啲 Me Too 運動呢個社會公義係大部分人類嘅時候，有方同學麻煩你回應翻，唔好再同我講少數例子。係啦，所以有方已經同意咗 AI 係冇辦法設身處地。所以有同我哋講緊話 Me Too 運動話網絡判官，我想問有方啦，係咪講緊就係全部人類都唔明白咧？有冇可能就係因為人類正正能夠理解同理，能夠設身處地，所以先會引發 Me Too 運動咧？嗱，錯 AI 嘅模型咧，佢可以做到深度嘅學習，所以換言之，有同我哋今日所謂嘅嗰啲動機咧 ，AI 都可以學習，從而做出一個公平嘅判斷。問多有方同學最後一次 Me Too 運動未審先判，究竟呢啲公義呢啲嘅事件公唔公義？麻煩同正面回應。唔係咁，所以正面回應你啦。你講嘅深度學習，我方都有見過，佢咪就係想不斷咁樣去重複去計個概率啱唔啱，計出一個極高可能性嘅概率，不斷去對比，不斷去重複咁樣去計個概率。但係佢永遠計嚟計去都係計個概率嘅時候，有方你嘅論證係人工智能能唔能夠擁有情感？若果不能擁有情感，不能做到設身處地 Me Too 運動入面嗰啲人受害者咁慘，佢會唔會同情佢啊？我方所講嘅 Me Too 運動係講大部分人。叫公義未審先判，有方同學答唔到唔緊要，我哋去睇個人例子，我哋睇第二個例子。有方主辯話要超越個人利益，想問如果大家都懂得超越個人利益，點解仲會有1.6億童工？例如先，不如有方直接答我，所以 AI 會唔會同情 Me Too 運動裏面嘅黑人？
有同學我今日可以同你講，今日我將 Me Too 運動嘅未審先判掉落去 AI 嘅模型去做分析嘅時候，今日佢首先佢唔會有二元對立嘅立場出現，甚至乎佢會幫我分析晒成個 Me Too 過程，究竟佢嘅結果、佢嘅起因啦，甚至乎講緊唔同嘅一啲嘅角度嘅時候，而呢個咪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先係真正能夠做到公立咯。所以再問有同學，如果今日人類真係做到公義嘅話，點解仲有1.6億嘅討論咧？多謝各位。而家反方尚餘7秒嘅發言時間，請代表站立並向主席示意開始你嘅發言。係啦，所以有方已經成咗發言、修正，甚至睇唔睇到會有同理心。有方全場承認同理心係必須要具備嘅時候，佢論證到。多謝各位。而家有1分鐘時間俾雙方結辯作整理。準備時間結束，而家有請反方結辯吳月森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各位評判，在各位大家好。頭先咧主持都有介紹到，咁我哋企喺呢個地方咧係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呢一度咧拍過毒舌大狀，呢一度係一個真正審過人、判過人、決定過人一生嘅地方。嗱，喺毒舌大狀入面咧，林良水用咗2年嘅時間幫入咗冤獄嘅曾潔儀翻案。但如果大家有冇諗過，林良水如果唔係人，佢係一個 AI，咁曾潔儀嘅命運會係點呢？其實真實嘅林良水點解會幫曾潔儀翻案呢？因為佢知道佢害咗佢，因為佢有內疚、有良知、有對公義嘅執着。所以即使全世界都同佢講程序冇問題，唔好再翻案啦，佢都唔信。就係憑一個信字，佢就守咗2年去揾一個證據唔夠，但係佢心知肚明嘅真相。但如果林良水係 AI，佢會點呢？佢會睇晒所有嘅證據，然後同你講證據不足，判決冇問題。佢計晒所有嘅機率，然後同你講上訴嘅成功機率低於5%，唔建議繼續再查落去啦。佢會執行晒所有嘅程序，同你講案件已經完結，請勿再查。曾潔儀係真係會坐足17年監，因為 AI 唔會內疚，佢唔會為咗一個唔關佢事嘅人用2年去追求一個真相，佢唔會去查背後究竟有冇黑箱作業，佢只會跟程序，甚至仲唔會問個程序本身公唔公道呢？可惜有方全場都唔理解，唔緊要，我哋不妨回歸基本步，我哋翻返去有方主辯所講公平公義究竟係乜嘢呢？嗱，第一先睇公平，有方主辯同佢講公平就係唔偏頗，佢話 AI 一定唔會偏頗，但係去到有方一副咧都退立場，佢知道因為人工智能輸入嘅數據都係由人類去輸入去，所以都會繼承到人類嘅偏見咯。所以有方都承認㗎，其實 AI 唔係不偏頗，甚至乎更加有機會去固有偏見。所以一副就同我哋講啦，咁可唔可以修正先？但有方自由辯論都承認咗啦，第一步我哋要睇嘅咩？修正之前我哋要發現呢個問題嘛。發現嘅第一步已經係由人類去做，修正嘅第2步都係由人類去做嘅時候，有方人工智能能否自我修正，能否自我發現，定係只係跟住程序做嘢呢？有方結辯需要論證，所以結論就係人類更加優勝咯。所以第2點啦，有方一直同我哋講話人類有利益衝突喎，所以我哋要設立好多嘅利益申報機制。我方唔明白啦，人類都知道自己有啲情況底下可以有利益衝突，所以設立利益申報機制，咪就係佢理性方面可以幫到佢情感方面，兩者兼備嘅時候，人類根本唔係淨係情感嘅動物，甚至有方全場不斷矮化情感。但我方唔明白有方所講嘅 Me Too 運動，如果我哋唔係同情呢班受害者，我哋會唔會走上街頭呢？ AI 會唔會走上街頭為呢班受害者發聲呢？唔會。所以有方你唔可以全場都不斷矮化情感呢一方面。所以第2啦，何謂更懂呢？係今日
有方全場都冇提清楚辯題講嘅懂字，有方主辯出嚟同我哋講話懂係要了解，所以我方全場問得好清楚啦。人工智能究竟佢了唔了解乜嘢叫同情心，了唔了解人類嘅情感呢？其實有方全場都冇答過我方，所以我方要問嘅係人工智能能否自我突破，能否似人類咁揾到不公義，佢會唔會因此而憤怒呢？因此去推翻成個制度呢？有方由頭到尾都冇論證過，所以其實 AI 最大嘅問題咪就係佢係規範嘅奴隸咯，佢只會執行而唔會質疑，但人類會質疑、會反抗，會為咗一個無辜嘅人而企出嚟對抗成個制度。呢一種對不公義嘅憤怒，正正就係公平公義嘅起點。所以黃子華喺電影入面最尾嗰句，我諗大家都記得，佢話唯一值得我哋咁樣做嘅係得一個理由，就係希望呢個世界公道啲。但 AI 唔會希望任何嘢，因為佢冇良知、冇同理心、冇對公義嘅執着，但人類有。所以今日呢場辯論嘅結論唔係在於人類更好啊，定係 AI 更好，而係公平公義從來都唔係一條可以計出嚟嘅選擇，而係一個值唔值得企出嚟嘅選擇。AI 唔會企出嚟，但人類會。多謝各位。反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4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最後有請正方結辯莊晨曦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嚟到結辯，我哋不妨去睇下有方今日正立辯題嘅基礎。今日睇翻辯題字眼係 AI 比人類更懂，然後有方舉出嘅原因係咩呢？原來覺得 AI 嘅準確率唔夠高，但我方想問啦，我哋人類難道就可以俾出所有問題嘅100%正確嘅答案咩？有方冇解釋過，之後有方第二題我哋講話咩啊？AI 會欠缺一啲推論過程啊，但難道人類今日成個思考過程都可以俾其他人摸清咩？有方你係咪成個思考過程都可以俾我方知道呢？我方聽唔到，咁所以今日有方咧係咁同我哋講話 AI 去抄人類功課，但問題係你方呢個講法頂多論證到人類同 AI 咪100%一模一樣，咁請問今日辯題仲有咩討論嘅必要呢？之後有方同我哋講話人類有呢個修正機制啊，但我方同你講咗啦，原來推動公義從來都係少數人嘅時候，唔係人人都識得反思喎，更加多人嘅係選擇去沉默服從，甚至受益於一啲不公義嘅制度。其次，有方今日好輸打贏要啊，人類做得好嘅就歸功於佢哋識思考，但係做得唔好嘅呢就避而不談。我方今日同你講咗3個例子，法官食飽之後假釋率會高咗；第2個例子，童工數目依然存在。之後 Me Too 嘅運動，大家會去批判一啲受害者嘅時候，有幫你呢3個例子都冇答到，點解人類仲係公義呢？所以現實生活看似好和平，但係人類係真係明白，抑或只係被逼跟從呢？就好似我哋學生要守校規，但係咪真係明白每條校規背後嘅含義呢？大家知道要處事公平公義，但冇法律約束都唔應該有惡行啊！但點解現實中犯罪率依然係咁高呢？咁我講話而家如果連法律同埋普世價值呢啲限制都冇晒嘅時候，完全靠人性主導，係咪就會有好多惡行嘅出現？公義又何在呢？所以有方今日講得好啱啊 ！AI 俾人類固化，俾人類死板，但點解唔係因為呢個中立嘅態度，反而可以令到佢哋不受雜念地去考慮公平公義呢？作為人類嘅我哋都唔好忘記，我哋嘅能力係有限嘅，我哋會眼瞓、會肚餓、會心情差、會愛恨分明，都會因此而草率落決定。所以有方同在座各位不妨苦心自問，當公義同埋情感放喺我哋面前嘅時候，我哋難道唔會諗多一層，去偏心我哋嘅屋企人、我哋嘅朋友，去優先我哋嘅情感咩？所以一個法官係有方講嘅，需要有咁大嘅同理心，定抑或係需要佢嘅理性判斷呢？所以人作為一個主宰世界嘅生物，自然可以，但佢哋都自以為可以為世間嘅一切事情落定義。但公義本來係應該令一啲弱勢社群唔再弱勢。但當今日網絡開始發達，我方見到啲乜嘢呢？打開社交平台，大家好容易揾到同溫層，就會相信自己立場就係正確，再一齊去批鬥一啲持有相反價值觀嘅人，所以就認為自己係正義之士，做鍵盤俠去批鬥一啲無辜嘅人。
就好似前灣仔區議員楊雪瑩咁啊，佢都以為人類係會俾公道佢㗎，所以佢就喺網上公開咗自己被非禮嘅經歷，但佢反而咧被網民嘲諷話，以後見到佢要掉頭走啊，費事俾佢屈，甚至話佢係為咗政治宣傳去博眼球嘅時候，如果大家都懂得何為公義，點解我哋仲會因為自己嘅主觀判斷，未考慮過個事情嘅動機，就去攻擊其他人呢？所以如果有方今日覺得我方立論唔準確，變得唔好嘅話，好抱歉，因為我方都係人類，都係唔夠 AI 更懂公平公義，甚至我哋今日會成日去抱怨世界唔公平，點解有啲人順風順水，點解有啲人會屢屢碰壁，人人都覺得自己係被不公對待嗰個，但係我哋冇體會過真正嘅公正公義，我哋又點會比 AI 更懂呢？多謝各位。正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鐘0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今日嘅辯論環節已經圓滿結束，我代表大會再次多謝雙方辯員今日精彩嘅表現。而家將時間交翻俾 Grace。哇，非常精彩啊！不如大家再一次俾熱烈嘅掌聲，兩間學校。我覺得呢，佢哋係活生生將呢一個毒舌大狀擺咗喺我哋眼前，好有大狀嘅風範。不如我代佢哋講一句，法官大人 objection。頭先冇得講。好啦，嗱，而家呢個時間呢，我哋就交俾我哋嘅評判啦。有一啲商討嘅時間。咁而家呢，我哋就會即將開始呢，我哋嘅網上邊嘅投票嘅。咁大家入場嘅時候呢，應該都好似我手上，我哋工作人員呢派咗一張卡仔俾大家嘅。如果冇嘅話，可唔可以都舉一舉手示意？係啦，咁我哋嘅工作人員會即刻攞翻俾你嘅。咁而網上面嘅朋友呢，就麻煩稍等啦，因為呢，我哋嘅網上投票呢，只係我哋現場觀眾嘅。好啦，當大家都有呢一張卡嘅時候呢，咁就可以去先 scan 個 QR code 啦。咁而為咗呢，我哋今日大會主題啦，其實都係一路秉承㗎啦，公正、公平、公義呢。咁所以會有一個 pass code嘅。咁就好希望啦，頭先我開始嘅時候都講啦，我哋係一人一票嘅。咁我亦都知道你哋係好想支持各個同學同隊伍，但係都唔好咧將呢個 QR code 同埋呢一個 pass code 咧就 share 出去咧，因為我哋嘅工作人員同埋我哋嘅系統咧見到個票數如果係高出我哋嘅在場人數咧，無論係隊伍或者同學咧都會即場 DQ 嘅，即係會被取消資格。咁就唔好愛佢等於害佢啦。好啦，咁就提一提大家啦，喺頁面上咧。記住呢，因為我哋今日冇呢個電視熒光幕，咁所以大家要睇到嗰個結果呢，都係喺手機嘅。咁提大家投完票呢，我哋有兩個獎項，我最喜愛嘅隊伍同埋我最喜愛嘅辯論員。咁呢，記住呢，就要 click 一個叫做 click to vote 嘅 button。如果唔係呢，你個心意就冇辦法呢，電腦啊 AI 都幫唔到你噶啦。咁如果呢，你完成咗你嘅投票呢，就可以 click 第二個 button。View results， 咁就可以即時見到咧有一個好緊張嘅，係啊，就會見到唔同嘅隊伍嘅票數咧上上落落㗎啦。咁但係咁唔好彩，如果你話哎呀我撳咗交叉出咗去啊，咁亦都有一個掣咧就叫做 View voting result 喺最底下嘅，你哋 scroll down， 咁就唔驚跳咗出去之後咧就翻唔翻啦。咁如果都覺得太複，可以馬上舉手。我哋咧着黑色衫嘅工作人員咧係會從旁協助大家嘅。我見係咪評判都已經討論完啦？不如等緊呢一個，係啊！我見你哋自信滿滿。咁等緊 result， 我不如同評判傾下偈啊，因為真係好精彩啊！不如我先問阿 Don。有冇一啲你覺得哇今日係真係精彩過毒舌大狀嘅 moment 呢？或者係俾啲意見我哋嘅同學都得嘅。我諗首先第一好 impressive 啊，即係我講得英文有少少即係現場聽都大家都好有準備啊嚇。咁我覺得其中一個 moment， 即係我唔講嚇個 result 先啦，個 moment 就係我諗正反雙方都好激烈啦，喺討論嘅時候，辯論嘅時候，喺反方，我覺得今日嗰個議題裏邊，其中一個字眼，咁應該係反方攞出嚟講嗰個字係個
懂啊。我覺得喺公平公正方面，即係大家都可能睇嗰啲嗰啲電影啊嚇，都好講即係程序啊，同埋嗰個公平嘅兩個字眼都出現咗好多次啦。而其中我諗我最聽到佢將個議題跳翻出嚟，唔係去 focus 喺個 technicality， 究竟邊個演算個 tools，the technical part of 個辯論，而係將個 very definition 攞翻出嚟，咁令到引申到大家要沉思下、考慮下，當個公平同埋公義嘅 definition 係人類去 define， 而呢件事情係一路 evolve， 咁究竟個 definition of 個 debate 就變咗從 AI 究竟知唔知，定係而家就有少少導向咗 AI 係一個 leading 定係一個 follow from 一個由 data which is 人類 input， 再用 probabilistic 嘅 model 去計數，再而衍生嗰個答案出嚟，呢個係個極限啦嚇！而家咁個 question 就變咗，當我聽嘅時候就變咗做係個 evolution。咁究竟係個即係正反方面就有少少，我覺得focus 翻懂呢個字眼個 definition。from the original debate 啦，係啦。好啊，多謝你答案。不如我又問下，好啊，阿 Tim， 你接咗個咪咯，你做 communications 㗎，你覺得今日佢哋係咪真係好有大狀風範，好 convincing 你咧？係啊，但係之前我想講一句就係我即係除咗今日好開心同阿 Don 同朱怡同台之外咧，我更開心係同盧博士同台，因為咧我打咗2年科大嘅結辯，咁嗰2年咧打咗好多次嶺大，咁嗰陣時盧博士就係嶺大嘅教練。係咪？所以係第一次同一隊去做一件事咁啊！咁啊，今日大家嘅表現，除咗好似大狀之外咧，亦都令我諗翻起我哋嗰陣時嗰個時間。咁啊，所以我都知道，當你花咗成個禮拜去準備之後，無論今日結果係點，你哋最大嘅 take away 咧，就係你哋對呢個議題研究咗一個禮拜，所有嘅 understanding 同埋 insight。所以無論如何咧，我都想恭喜咗你哋先，因為你哋準備咗場好好嘅比賽，俾我哋全部嘅人睇到。咁作為一個過咗咁多年再翻去辯論比賽場地嘅人，我有新嘅睇法。我開始覺得到底呢場辯論嘅意義喺邊度？我哋嗰個年代嘅好多辯題咧，好多時都係政策嘅辯題。譬如應否立例，即係同性戀合法化係嘛？我哋好似仲帶咗一條係呢個咩室內禁嗰啲啦，吸煙是否應該通過？嗰陣時咧嗱，好多嘅評判都係立法會嘅議員，所以咧嗰陣時嘅辯論嘅意義咧就係辯題自己。所以嗰陣時點樣傾咧？正反方有好多 point 咧，最尾係幫全部嘅人有個更加清楚概念，到底正方好啲啊，定係反方好啲？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個主要嗰樣嘢就係個辯題。但係今日我會諗，到底個辯論比賽個主角係咪個辯題？我覺得唔係。我哋係咪好 care 人類同埋 AI 邊個更懂公平公義呢？今日即係傾咗 OK， 即係我哋係咪好 care 懂個 definition 係咩呢？係咪好 care 公平公義 definition 係咩呢？係咪好 care 呢一刻嘅 AI 係咪有啲嘢比人類做得更加好呢？即係我覺得我哋今次係希望喺入邊聽到更加多係。我哋都知道 AI 越嚟越叻嗰陣時，到底人類可以點樣用 AI 去達至更多公平公義？所以喺我哋嘅角度，我相信係人同 AI 係 partner 多過競爭對手。但係今日個賽場好激烈，因為大家咧係將人同 AI 對立，由正方出嚟到反方。就係講到底而家人類有好多個 bias， 所以你 AI 一定好過人，或者就係而家 AI 因為數據嘅訓練嘅方法，所以一定唔及人嘅好。但係無論點樣，我哋想知嘅係 OK， 作為人，我哋點樣用 AI， 或者我覺得反方其實有個天然嘅優勢，即係以前咧，我哋每次抽辯題咧，抽正反方咧，即刻就諗，死啦，我做正方，死啦，我做反方。呢條辯題咧，我覺得如果單睇個辯題自己咧，個人有自己睇法。有啲人覺得係正方嘅，即係有啲人講係啱嘅，有啲人講得唔啱。但係我覺得咧，我哋作為人類咧，我哋希望反方贏。
因為如果 AI 都比人類更懂咩係公平公義，到底人攞嚟做咩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去做呢個比賽嘅話，如果我係反方嘅話，我會更加訴諸感情去打呢場比賽。即係當我唔知而家即係中學嘅比賽嘅評判係咪全部都前邊緣啦？即係當評判都係非辯員或者社會人士嗰陣時咧，其實我哋係跟唔上個辯論比賽速度，所以我覺得感性嘅呼籲係會有效好多。而你哋有個天然優勢，我覺得去到最尾有林良水出現咧，係幫到 storytelling。但我覺得可以諗得更加多，點樣可以說服大家今日你哋更加有道理。而嗰個說服，我覺得唔係一個理性嘅說服，同埋係咯，咁啊，好多謝大家咁啊，打開咗我哋嘅眼界，同埋將我哋帶翻一個比賽嘅辯論比賽嘅感覺。多謝你哋，多謝你添。哇，原來係辯論隊大師兄嚟嘅喎，我都失敬失敬。咁不如我就 pass 個咪俾我哋嘅教授，係啦，大前輩啦，我哋要睇下有啲乜嘢嘅提點俾我哋。咁啊，非常之享受今次嘅辯論比賽啦。咁啊，雙方亦都即係喺資料搜集啊，喺呢一個論點嘅組織啊，同埋對呢一個 AI 嘅了解咧，我都覺得係相當之即係超過中學生嘅水平。咁啊，但係可惜咧，我哋就話係4位都係人類啦。咁啊，唔知係咪應該加啲 AI 評判可以 balance 翻，即係會唔會公平公義啲咧？咁樣咁啊，呢個係將來啊，可能我哋要加入一啲 AI 評判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喺個辯論嘅爭拗點上邊咧，我覺得雙方咧就喺處理嗰個辯論嘅時候咧，正反雙方都有佢哋嘅嗰個優點啊。咁啊，正方其實我覺得開個局係開得幾好嘅，因為你基於呢一個 Daniel Kahneman 嘅研究啦，即係佢嘅呢一個即係 Noise 嗰本書提出咗好多人類嘅嗰一個所謂認知偏差嘅問題啦咁樣。咁啊，亦都喺呢一個 AI 嘅效能上邊咧，佢能夠好快速，甚至係完成咗人類唔能夠閱讀嘅大量嘅所謂案例資料啦。咁當然公平公義唔係淨係講法庭嘅，其實因為有好多例如政策公唔公平啦，係嘛，公義啦咁樣。咁啊，法官嘅呢一個判決公唔公平，只係一個 legal justice 嘅問題，即係法律公義嘅問題。所以有時會喺爭論嘅時候，會有時有啲咩咧，就係猶豫不，即係轉嚟轉去啊！即係有時係要關注弱勢社群，咁嗰個係政策問題啦。咁法律就係嗰個公道就係咩？就係你有錯誤嘅就判你係犯法咯，然後再判一個你應得嘅懲罰咯咁樣。咁呢個係 legal justice 嘅嗰個要求啊，即係你有錯有犯法就判你犯法，咁咪公道咯。你冇犯法判你有犯法，咁咪唔公道咯，係咪啊？你應該判5年坐監嘅，判你終身監禁咪唔公道咯咁樣。即係呢個你要比較説明得清楚啊！即係你想用邊一種公平公義咧咁樣，或者你 cover 嘅公平公義係邊兩類咧咁樣？係政策嚟福利政策諸如此類咁樣，呢個係第一點啦。但係你哋嗰個論點係比較強嘅，就係集中咗個 AI 嘅嗰一個 performance， 即係佢個嗰個效能啊！即係我哋喺哲學上面就叫做功能主義，即係你唔知道乜嘢叫做佢內心懂得唔懂得噶嘛？因為懂唔懂得係一個心理語詞嚟噶嘛。咁所以 AI 咁，如果你話咁佢冇心理嘅嗰個構種，當然唔懂得啦咁樣。咁啊太偷雞啦！如果咁樣打係咪先？咁所以你用一個效能嚟比較係好嘅，但係用效能比較咧就好容易俾反方捉到咩咧？反方咧就利用咗個結果問題啦，即係咧公義有兩種角度，一種就係程序公義。咁 AI 確實喺程序處理上面，佢唔受人類嘅認知缺陷影響，呢個係真嘅。但係你輸入嗰啲 case，然後用佢嘅嗰個 program 嚟 run，佢結果會受嗰個輸入嘅偏差而導致佢結果都偏差噶嘛。咁所以反方就好聰明，硬係講咧
嗰啲結果都係唔能夠做到呢一個不偏不頗，因為你嗰啲數據本身已經包含咗人類嘅偏差嘛，係咪？咁所以喺呢點上面咧，你哋應該喺個辯論嗰度拉翻出嚟，唔應該討論呢個結果公唔公義，係講 AI 本身個程序運作係遠遠優勝過人類。點解？因為人類有能力同埋情感嘅影響咁樣。OK， 咁所以喺呢點上面你就陷入咗個泥沼啊！即係硬係就咁人都咁差啫咁樣，諸如此類啊咁樣，即係變咗你唔能夠顯示出你用翻Daniel Kalman 嗰個論點咧，好充分發揮嗰個 AI 嘅優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反方咧就喺辯論方面咧就比較懂得訴諸人類嘅認知缺陷就係講下故事。咁咧就變咗咧說服力會令人覺得係有嗰個感染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就喺辯論嘅時候要注意就係，當你陷入一啲爭論嘅時候咧，你係咪應該及早將自己嘅論點擺翻去你自己最強嗰度，就唔好去同佢爭拗一啲錯咗即係走質咗喺結果上面嚟爭論。OK。好多謝晒你 Dr. Low， 不如最後請 Gigi 啊，女性會唔會情感又會影響到你咧？好首先多謝8位同學嘅準備啦，我諗你哋 preparation 同埋你哋嘅努力咧係我哋好 impress 嘅。咁亦都多謝你哋喺我哋呢一個地方咧，我哋進行第一次嘅辯論比賽。係啦，係我哋首次嘅咁樣啦。咁咧你哋咁中意辯論咧，我哋都可以買廣告。善導會咧，我哋其實仲有做呢個模擬法庭嘅，係啦，都係我哋嘅一個好 signature 嘅 program 咁都可以大家可以參加咁樣。係啦，咁我諗喺呢條題裏面咧，我諗頭先其實有同學係講過咧，人類其實人類咧就唔係淨係法官啦，都唔係淨係法庭嘅，係啦。咁我諗我哋其實每一個人類，我哋都要有公平公義呢一個嘅 value 喺我哋生命裏面。咁但係我見到有講下，又好似冇講到落去啦，或者我哋都會翻去講啲 court case 為主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位都係有啲可惜嘅。咁但係我覺得大家有諗到呢樣嘢，其實人類唔係淨係法官先要有公平公義咯。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呢個咁我諗大家喺呢段時間裏面嘅準備係睇咗好多 examples 啦，睇咗好多 case 啦。我相信呢個都係對你哋嚟講一個好好嘅學習，亦都係對公平公義，我諗至少你哋有一個你哋嘅答案咯。好 ，thank you。好多謝晒4位評判。好啦，手上啦，係咪？喺我手上啦，結果不如我邀請4位評判咧，先上台同我哋頒發我最喜愛大獎啦，就係我哋公眾投票嘅，有請。係咪好莊嚴啊？係啦，嗰度爭啲係，我好緊張啦。好啦，由我哋嘅公眾投票Debate for Tomorrow 中文組中學組嘅準決賽嘅我最喜愛嘅 debater 有冇呼聲咧？你哋投嘅喎。好，係藍田聖保祿中學嘅吳律森同學，佢係有17票嘅。港大同學會嗱，人類咧都係錯嘅，都係靠翻 AI 先呢一刻。係啦，係港大同學會嘅吳律森同學，恭喜你！恭喜晒你，吳同學，個結辯做得非常出色。好，麻煩呢，我哋嘅評判留步先。咁有最佳辯論員，梗係有我最喜愛隊伍啦。又有冇呼聲啊？你哋投嘅喎。好文靜啊！我哋啲陪審團啊，我哋啲參與觀眾。好啦，我最喜愛嘅隊伍。
公眾投票嘅結果係藍田聖保祿中學，佢哋得到嘅票數係29票對22票嘅。咁不如你哋全 team 上嚟啦！恭喜晒藍田聖保祿中學得到我最喜愛嘅隊伍。好啦，我最喜愛完呢，都繼續請評判留步啊，因為到你哋嘅專業評審啦，係啦，好，又喺我度啦。專業評審，我都好緊張。哦，專業評審。好啦，我哋公佈呢Debate for Tomorrow 中學組、中文組嘅準決賽。最佳辯論員由專業評審揀出嘅係一樣啦，恭喜你啊，吳律森同學。港大同學會嗱，我冇錯啦，港大同學會嘅吳律森同學，恭喜你啊，吳同學，實至名歸。係吳月森同學。啱啱問咗 AI 我哋，好啦，哇！今日第一場比賽嗱，第一場咋？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真係4點15分咧要留步我哋第二場啦。第一場我哋由專業評審Debate for Tomorrow 中學組準決賽中文辯論，今日勝出嘅隊伍代表咧直接晉級啦，去到我哋7月18號嘅總決賽。又有冇呼聲啊？今日勝出咧？都係專業評審一致嘅，係反方港大同學會書院嘅，係4比0嘅，分數係1485分對1597分。請上台，係啦。咁即係代表住呢，港大同學會書院呢，我哋會喺7月18號 M+ 博物館呢，會同大家喺呢個舞台再見啦。恭喜晒，恭喜晒大家，係啦，我哋評判都可以就座啦。好啦，嗱，我哋咧都真係未完嘅個比賽，咁咧再一次希望大家咧喺7月18號啦，可以嚟到我哋 M+ 嘅博物館咧，就會進行總決賽啦。咁咧，如果喺網上面嘅觀眾咧，你哋可以見到熒光幕咧，我哋有3場總決賽嘅賽事嘅，包括就係小學組啦、中學組嘅中文、中學組嘅英文。但係特別之處咧，除咗係呢半日裏邊咧有咁多場嘅辯論，精彩中之精彩啦之外咧，我哋每一場之前咧，都好似大家睇緊世界盃嘛，係咪？我哋都會請翻咧每一隊嘅 mentors 導師啦，同埋一啲嘅校長咧、教育家咧，同我哋一齊去分析一下咧以往嘅賽事有啲咩學習重點。所以咧，無論你係教育界嘅人士啦，你係家長啦，或者商界嘅朋友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嘅交流喺裏邊嘅。咁今日嘅賽事第一場咧，正式到呢度結束啦。咁大家咧，我希望4點13分咧再見到大家。不如我而家最後咧就邀請翻2隊隊伍啦，同埋我哋嘅評判咧就做影一張嘅大合照總結，係啦。咁其他嘅觀眾咧可以係去休息，又或者咧去洗手間咧可以我哋工作人員示意嘅。